中国武汉肺炎疫情，全世界已经超过上千个人不幸无命。连咱台湾就政治人物嘛发起着翠暗留护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行动，像讲伫咧彰化市的秀团病院发挥创意，家己翕影片，招医来者医护人员，大家手牵手防疫大合唱。由各单位上百个人一个刷一个，做过合唱2003年抗SARS的歌曲《手牵手》，就算讲大家唱甲哩哩啦啦，嘛是会当感受到医护人员做伙对抗疫情的气氛。秀团病院医护人员家己来翕大合唱的影片，唱这条2003年抗煞的新歌。这世界在汉之下有点灰。一开始由秀团病院的院长杨基泽来带头，刷落来是各单位的院长、主任甲上百名的医护人员做伙完成这首手牵手。2003年抗SARS歌手王力宏，这是写出这条公益歌曲的人，号召86名艺人来大合唱。这一摆对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，台湾第一线医护人员除了神经病真案，秀团病院阁发动手牵手防疫大合唱。就算有的人五音不全，表情真紧张，但拢听得出来医护人员对抗武汉肺炎的决心。会有一点害羞，对，但还好，最后成果还是不错的。虽然唱得不太好听，但是我们已经很尽力了，尽全力把我们最好的一面都要展现出来。当然，要完成这个作品是无遐简单。NG 的画面看了就爱笑，上重要的2003年抗SARS台湾行过来啊！相信2020年的武汉肺炎，大家嘛会当团结做伙手牵手渡过难关。手牵手，我的朋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